有一天，我突然收到了一封从中国寄来的信，我连忙打开看，信是一个中国姑娘用英文写的。你好，我们还互相不认识，但我知道你打算学习汉语。我想告诉你，汉语是要用心学的。在信的后面有2个汉字，哭和笑。要是你能猜出来哪个表示难过，哪个表示愉快，你就一定能学好汉语。答案在背面。表示难过的字肯定是哭，因为它有眼睛和泪水。我一下子就猜对了，太有意思了。我学汉语的热情又来了。我马上给那个中国姑娘回了一封信，谢谢你，我一定要学好汉语，希望有一天能和你见面，并且能用汉语和你聊天。从那天开始，汉语进入了我的生活。4年过去了，我不但一直在努力地学习汉语，还认识了许多中国人，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。可是，我再也没收到那个女孩的信。如果我能跟她见面，一定要谢谢她，因为是她的那封信改变了我的人生。